拓宽了1.5公里，然后里面还包括了250公尺的一个挡土墙，还有一个2.7公里的一个排水箱涵，以及2座的桥梁。那里面改善最主要的可以看到的话，大概有几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大弯道的一个改善，其实对整个一个工程，尤其像整个要进去关子岭的一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让整个一个在要去安阿给这个地方的话，能够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假日就有一个拥塞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包括从它的一个起点跟终点这个路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也都做得非常的平顺。咱这较早啦吼，172线啦吼，变啊过年啦吼，还是春节，还是大日啦吼，拢塞车塞到高速公路骹，塞入到仙草埔。按即马这个吼有4线道了后吼，非常的畅通，原地车长拢啊管制，即马拢总唔免吼，非常的顺利。假日规个拢塌掉咧，拢走袂过。改了就算有改善啊，伊算拢种4车道咧啊，那就有改善啊。做了有较调啊啦，加感觉加真好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大家掌声鼓励喝彩。带着感谢而且开心的心来迎接4到172线拓宽的工程完工启用了这非常谢谢内政部，因为这总共工程经费要高达2.94亿，内政部补助了2亿所以说对于地方的交通顺畅影响非常大，帮忙非常多。这个原先的路宽只有10到12公尺，可以说很多民众如果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平常上下班尖峰的时候，常常都会造成交通瓶颈。因此呢，我们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现场拓宽的非常的这个宽，非常的舒适，道路的路平的品质也非常好。这可以见证了，即使在偏乡，尤其在我们这通往这个名胜的地方，像关子岭，这个能够有一个非常顺畅的道路。那是对居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也对于这个地方观光产业的促进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谢谢内政部还有国土署的帮忙，那也谢谢我们工务局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工。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5月16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5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5月27到31将伫台南运河盛大举行。市府16号伫安平开台体育场举行龙船开工点检仪式，由市长黄伟哲担任主祭官，祈愿赛事平安，选手会当得到好成绩。往年办理龙船锦标赛进前，市府拢会将龙船驶到安平开台体育场的庙埕，举行静游都会科仪。比赛12只龙船已经伫今日全部净化都会完成。每一只龙船都要经过一个洁净，那给它的洁净完之后呢，我们早上就有我们龙船点睛，孙家的歌赛礼修。那呢，早上7点的时候，咱就爱恭请咱的妈祖，跟咱众神明来下港，来为咱主持的咱这个龙船点睛的这个仪式。那么道长呢，在早上的时候已经帮我们每一个22尊家的龙船。已经有这个进行的这个传统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已经点足了，然后呢就留下咱这个龙船遮岸甲游岸，互咱的市长甲中官贵宾来做参与的仪式。市长黄伟哲甲11位点睛官，正手摕着朱砂笔，倒手摕着开光镜，为龙船来点睛，祈求比赛平安顺利，选手摕到好成绩。龙舟季节开始了，所以今天龙舟要下水，所以就需要点睛，祈求妈祖娘娘跟列位神尊的庇佑、庇护以及保佑。那我们知道台南是台湾的文化古都，那有悠久的历史。这个龙舟端午龙舟一向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民俗之外还有文化上的意义，更有宗教上护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这个龙舟点睛之后象征着龙舟比赛的季节要开始。那也希望各位
大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不要忘了来观赏最精彩的台南龙舟锦标赛。不仅有水上的龙舟，还有陆上的市集，还有更多的好朋友、好玩的表演。好，那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这次的龙船比赛5月27到31号伫安平运河来举行。今年的参赛队伍高达121队，相信比赛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开幕当天嘛有安排火舞团来表演，精彩又搁刺激。活动现场嘛有美食、龙德伞甲文创等单位，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但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白沙屯妈祖出巡，讲行就行，无固定的路线。伫府城旧城区，自古有大甲王出巡，流传到今有上百档历史。最近西螺店新福大等知名宫庙，拢发出想要重建大甲版的广告，要甲这项文化传承落去。连侪文书工作者嘛建议文资处大甲文化爱申请登录做市场名俗。民间习俗当中，神明祭祀服务有侪方式，关大甲就是其中之一。只伫咧台南旧府城区才有，目的伫巡视境内也是进行特殊任务。出动时间拢伫咧神明圣诞上面一个旧历3月份。镜头对着关圣皇爷爷孙的脚步，伫一个暗时啊，拢会当拄着滚啊顶大甲。其实。开地店、开新堂跟我们县城隍的人也都是有交流，那两边也都是很熟悉，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是大家出来的季节，所以很容易去遇到大家跟大家相碰在一起。本庙的技术人员甲西螺店的技术人员拢有熟悉，嘛有交陪。啊，因为阮庙人的当机拢是伫咧平湖做职业军人啦。啊，所以就拜托西螺店的技术人员来下大架，教阮安怎扛大架。府城的大架是对西螺店开始，伫东区的开地店开行堂，因为机身个人缘故，只会当改用大架，叫是用钉落去做，无加挂，只有一块红布扎条的，行动轻便，互人喝水心未叫。出去巡视进前，拢爱进行关大架仪式，象征神明降价。扛大架的训练过程是无简单。为咱坐一人就当做伊大架起价，毋过阮咧训练新生，阮袂当安尼啦。阮的大架准讲，互坐一人了，架无够载，佮拖去原有的所在，佮重新佮倒练。咱无讲，毋是讲惊啊人。袂使讲哦，是安怎？是较严格啊？是你当。毋是伊规矩袂样，啊，佮行袂着听遐老辈话。大间宫庙拢有家己的训练脚步，最后还佮爱依照神明的意思来点签。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人手豆无够，为着互民间习俗传承，最近西螺店、新福大等宫庙拢重新培训少年人。原本会晓讲的老班的这人员。也是有限啦，所以即届就是莫有千岁，因的意思是讲，希望讲会当去招募新的大甲班的人员。一开始无接受过嘛，你会感觉你行到头就重，了慢慢啊久，你就袂感觉讲，应该是讲会惯势啊。大架不只是神明出巡，嘛有行医救世含义。有人犯煞未顺，拢会当来求这顶大架。也毋过每一摆出巡路线拢无固定，讲行就行，无人知影伊会去佗。有在地文书工作者就建议，爱申请登录市场民俗，互大架合法身份。希望阮有大架的人，然后伊有历史的庙，咱拢是保存者。因为你大架出巡的话，当然有交通的问题嘛，伊会跨区嘛，伊无固定的路线。但是会照神的意思去巡视嘛。如果伊有一个身份的话，是毋是个合法？合法的时阵，较袂用唔知影人互污名化，因为足侪人唔知个污名化。其实伊是咧替咱地方的人要有安宁，要有好。它能不能成为文化资产，其实必须要看社会，就是这个整个社区共同的参与的一个程度，对于它的一个所谓
一个延续的一个情形等等各方面去做一些评估这样子。文资处表示，要订立市定民俗，要民间高度认同，持续自发性的参与。不过大家出门一定有代志，唔是热烈的庆典，因此庙方通常未宣布大家出门的时间，加上会当参考的相关资料，也是故事拢已经失传，保证这当列切追踪。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因这高地节安平区伫政府甲民间协力，透过白粽、送粽来关怀弱势行动，已经第21档。今年伫安平行善团的持续支持，捐赠7300粒粽，将为期2天陆续发送予区内1200户的弱势家庭。16号正式启动，场面相当温馨。这个爱心行动会当持续超过20天，确实真无简单。安平区伫前区长林国民任内，由社区所发起的白粽送弱势开始，到量愈来愈大，社区志工已经无法度负担，所以才变成由企业甲团体直接认购买现成的粽。不过无变的是，政府甲民间协力，维持万众一心的精神。16号正式启动爱心总动员。请起立！一是万众一心温馨关怀活动。响应我们市府我们市长那个洪宇哲市长的一个关怀温暖的一个政策哈，公私协力哈，让我们这些弱势家庭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是处处有爱心，处处有温暖哈。这个相当有意义的这个善念哈，善性的做法哈，我们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让我们的安平充满了温馨、温暖的这种感觉。今年伫安平行善团的小厅已经捐赠超过7300粒粽，将伫这2天发送予区内计12户独居长辈等1200弱势家庭。会中区长嘛以颁奖予所有善心人士甲团体代表，其中前安平区长赖清竹则以民政局专委的身份代表市长感谢各界爱心。从心里面也感谢这2位区长这样子哈，好的就要继续再下去哈，所以也要谢谢我们在座的行善团的大家哈，要继续支持我们肖区长，要继续，希望明年大家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再见面。仪式过后，安平区高里干事嘛将变成温馨的天使，亲自将各界所捐献的爱心粽送到家家户户。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新台病院护理部当年伫临床照护、教育推广甲照护品质提升表现相当的好，连续3档得到南丁格尔奖全国性的肯定。高达总共有6位护理人员得奖。今年更是摕下职优奉献甲特殊奉献2个金奖，展现新台护理人员的专业甲表现。财团法人自我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为了表扬临床的护理专业人员，甲列团体照护病了相关积极的奉献，对民国101年设立南丁格尔奖，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4届。今年获奖的有4个团体奖、9名个人奖。其中2名个人的金奖，拢伫咧新台病院，分别是3医科的护理长田雨婷，甲列陈家荣督导，分别以着打造友善的照护环境，甲列创新设计、优化临床来获奖。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获奖者与大家分享荣获南丁格尔奖的喜悦跟历程。那其实每年慈院基金会都会举办南丁格尔奖，那主要来鼓励以及表扬在临床，然后在社区还有各个护理场域当中可以展现杰出贡献的护理人员，那被誉为护理界的最高荣誉。那因此各大医院无不倾力推荐最优秀的护理师来参与角逐。那近年来在冯主任的卓越领导跟全力的支持下，成大医院的护理团队持续的展现专业的实力，还有深远的影响力。那屡获佳绩，备受各界的肯定。特别是今年我们一举夺得2个金奖。
那更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至高的荣耀。这份荣耀呢，其实不是代表个人，代表了成大医院及护理部对我们所有的护理师的栽培跟肯定。那我们也希望说，也相信在成大医院跟护理部的栽培，可以让我们的护理师、成大医院的护理人，他们可以展现他们的专业啊，以及服务的品质、他们的创新，甚至他们有自己的舞台。那我想，就是分享一下说，其实我们也期望所有的护理师，可以留任临床照护跟投入临床照护。那护理会荣耀着，我们荣耀护理，我想护理也会荣耀着，我们个人、家庭及团队。成大病院不但连续3年摕到3个金奖、1个铜奖，统计历年来总共有6位获奖者，分别伫个妇幼的关怀、儿童癌症照护、偏乡服务、智慧医疗、甲着护具的创新等领域，拢有袂歹的成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第3、4月份新开的班级会相当壮观美丽，不过开会结果了后，各校会避开米花世界杯，嘛是地方长期的困扰。对此，市府强调，每一档一定要掌握伫结果之前，委托厂商先来解读，甲可能的污染降到上低。红的花开满了班级的这首民歌，传唱40外档，嘛见证每一档3、4月班级盛开的壮观甲优美。不过，伫美丽背后，当班级结果以后，一旦避开大量棉花、影杯，就会产生垃圾共款，对环境甲民间族群也是长期的痛。虽然台南伫县市合并以后，已经无整新的班级做行道树，不过现况的也是互地方相当困扰。困扰啊！即卖问题就是讲，我拢会拜托区公所，那袂开会定较紧，请吊车来遐物件用的了，这民事就袂起来嘛，袂起来中间会影响到里面的一寡生活，飞来飞去，中间会造成一寡污染安尼。面对棉花、影杯造成的困扰，以安平公所为例，配合干务局第1大队，就需要掌握时机，委请厂商来提早修正，卖加一寡防治药水，会当早1.6个，避免可能污染。我们区公所大概有列管，大概有4处，像里内比较大的是建平公园，还有宜平公园、国平公园跟一些西山抽水站，它每一个范围大概就有特定几棵木棉花。开花完之后，它就会结果实。那结果实，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时机点，就趁它棉絮散开的时候，先把它打掉，它以减少说这个棉絮造成民众的一些呼吸道的问题。世上的代志就是安尼，有好有歹，有一好无两好，真歹两全其美。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选记忆原住民文物特展16号伫永康社交中心展开为期4个月展览。台南市政府日前邀请市民大众做伙来欣赏了解原住民的礼俗文化。寻记忆原住民族群口传故事甲文物特展。以原住民生命礼俗甲祭仪文化为主轴，归为生命的初始、壮年的磨练、长者的智慧、纪灵的脚步这4大主题，透过馆藏文物、动画影片以及中者分享等形式，将原住民的礼俗文化介绍给更多国人大众认识。次的特展呢，名称叫做“寻记忆”，那我们就是要用神话跟现实来做一个对照哈。那怎么说神话？我们的岁时记忆里面当中有很多是口传历史，那流传下来，所以我们
把这些碎石记忆，我们不分族群，这一次我们通通都把它合在一起哈。然后，所以我们会分类，分成生老病死4个单元，我们来做这一次的特展。那刚刚有提到口传历史，口传历史的部分呢，我们就借着文件站的老人家们来亲自诉说他们的记忆。所以我们把记忆跟老人家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一次特展的特色。规模记者会也特别邀请原住民长者，甲大众分享卢凯族的生命历史典故。卢凯族的生命礼仪它中间它的环节并不是那么多有长势的庆典，有成年礼，也有友谊的结盟跟婚礼，还有小米收获季。那卢凯族很特别那因为卢凯族比较偏心只疼长子跟长女，所以在做这样子的记忆的时候，都只比较针对长子跟长女的这个部分。巡记忆特展总共分为2个展区，第一展场4月30到8月31号，伫永康社交中心3楼咧展出；第二展场5月8号到5月22号，伫永康社交中心1楼大厅展出。台南市原民会欢迎市民大众小少来看展。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台南甲澳洲黄金海岸区伫价为姊妹仔市，今年已经迈入第43档。19号，黄金海岸市长汤姆泰特特别带团拜访台南市政府，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接待。双方除了交流城市治理，同时嘛就城市外交进行深度探讨。澳洲黄金海岸市的市长汤姆泰特15号带领着该市国际事务关系顾问主任，甲着昆士兰州贸易甲投资处的处长拜会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表示，两市自1982年缔结姊妹市，双方就维持真深的友谊。希望未来两市有更多交流甲互动，促进城市的外交。台南跟黄金海岸是有一定在地理的这个布局上，有山也有海岸，有一定程度的类似。但是很重要的就是2个城市的市民朋友们都是非常的友善，而且在文化上也相当的多元。因此，我相信未来一定有很多包括学生、包括文化，以及包括体育各方面交流的空间。台南湾虽然是很小的地方，但是南北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我们刚度过400年的，在去年刚度过400年的一个纪念。那我想说，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的台南的民众，包括学生，包括这个商务人士，也能够前往黄金海岸市来这个访问。恭喜台南市在去年的时候，庆祝了或纪念了台南400年。那不过有一个非常就是黄金海岸市跟台南市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当然台南是一个深耕的古都，但是黄金海岸市它其实在1959年的时候建立，所以其实我们刚一个城市自治这样子的出现。那除此之外，我觉得2个城市真的都非常珍惜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孩，所以当然希望说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台南市无论是高中还是其他的级别，然后可能让学生们可以有这样的交流，可以去接触这样寄宿家庭。那希望我们这样的友谊也是可以留到我们的下一代。那所以我们也看说，比如说在大学的部分，是否也可以这样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计划？那就在接下来2年看能不能够这样达成。为了感谢黄金海岸市多年来对着台南的关心和支持，市长黄伟哲伫个会中除了呈上誓要纪念2市43档的情谊，同时嘛宣布将南区一条新设的道路要号名做黄金海岸路，象征2市的情谊永远深植伫个城市的角落当中。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嘉南市正式开放登岛以后，有游艇业者以及导览人员煞意外发现海面上出现未少海猪，数量比起英国加10倍以上，吸引一个游客前往欣赏。不过，伊嘛呼吁大家爱做伙保护海洋。海面上海豚纵身飞跃，乘风破浪，画出一道弧线，让船上的游客又惊又喜。
看到船只靠近，海豚们也好奇游过来，让游客难得近距离观赏。附近其实不是海豚常常会回游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因为这附近生态的富裕的成功，那加上潮境公园生态富裕的成功，那其实有让海豚慢慢的有往这边来靠近。其实这对生态来讲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出发到基隆屿的船只居然能够近距离看到海豚，游客都相当兴奋，因为以往赏鲸都要在宜兰花莲有黑潮经过地方。基隆屿主要是夜钓和登岛旅游为主，但从上个月4月1号基隆屿开岛以来，鲸豚密集现身，就连船长都啧称奇。正常来讲，基隆距离海豚行进的路径是有段距离，可是今年从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几百只的迁徙，一直到最近，这次应该是遇到第8次还第9次了，所以。刚刚我们船在前往基隆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前面有踪迹，我们船就开始放慢速度，慢慢行驶。结果海豚又在秀给我们这些游客看，所以今年来基隆屿旅游的贵宾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今年开岛到现在，从4月开岛到现在也没多久，他们就遇到8、9次了。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老天爷眷顾啦。大量鲸豚现身，游艇业者超开心，主要是归功于业者们平常自主性帮忙打捞海漂垃圾，让基隆屿这一带生态变得丰富，海豚主食鱼类大增，让海豚跑来觅食。这么多人一直在做，例如说海洋的保育以及我们垃圾海上的清洁，那都有帮助。今年它海豚的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因为海豚是食物链的顶端。这么容易出现，就代表我们沿近海的生态是有进步的。大家都在问啊，今天会不会看到海豚这样子？他们会这样问就对了。有都会问。刚刚他们有看到海豚，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到？我说你就注意看，你看到的时候跟我讲，我们一起看。宜兰它那个是必经的路程，跟它可能觅食区都在那边，所以它就会在那边看得到。基隆现在希望未来能够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效应。海钓船变成了赏鲸团，也显示基隆屿附近生态良好，游客出海登岛，意外看到礁客踪迹，让游客近距离目睹他们的风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各位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
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